大家好，歡迎收睇奇聞百態，我係主播阿峰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報告一下《星島日報》一則文章，內容係可伯與河馬鬧劇，驚人嘅結局。財經名家周顯爆出四大殘酷嘅真相。老人家咧喺臨終前咧都應該絕對唔可以將錢交俾啲仔女。400萬配公屋，到底邊個着數啲？揭開老人再婚，親情與人性嘅終極教訓啊！嗱，各位奇聞百態嘅觀眾朋友，同埋咧全香港所有關心屋企嘅財產、老人家嘅晚年幸福嘅兄弟姐妹們，今日呢集節目咧，大家一定要拉埋老豆老母，全家人一齊坐定定，一齊聽啊！嗱，講到可伯同埋河馬咧，即係新河太啦。相信咧，只要喺香港生活嘅你，或者有睇過無線電視嘅東張西望嘅朋友啦，都絕對唔可能唔認得呢一對城中嘅風雲人物啦。咁當時咧，全香港幾百萬嘅市民，晚晚守喺電視機前邊等住食花生，睇住咧76歲嘅可伯同埋年輕佢30幾歲來自內地嘅新河太，即係俗稱河馬，喺面前咧大 show 恩愛，送出30幾萬嘅金飾啦，然後咧又講可伯同5個親生子女咧爭450萬嘅財產，基本上咧全香港人都知道呢件事啦。咁我哋回顧一下件事情先。嗱，當時咧可伯就話同河馬去銀行想提取原本可伯同呢個細女共同持有嘅450萬咧定期存款。點知道咧？發現咗成筆錢啊，竟然咧俾個細女提前咁全數轉走。咁可伯咧喺鏡頭前咧就喊住口咁指責啲子女，話佢哋咧無情無義奪取佢嘅財產。而子女嗰邊咧就透過唔同嘅途徑咧就作出呢個反擊，就指斥呢個新任嘅何太太啦係一個騙子，咁啊嫁俾可伯咧純粹咧係想謀住佢啲錢嘅啫。咁因為咧，佢哋就驚可伯咧臨老入花叢咧，俾人呃晒啲錢，所以咧就將啲錢咧就轉走咗啦。咁呢個劇情咧，真係集合咗老中戀啦、公屋嘅爭議啦、親生子女嘅反目、450萬財產嘅擁有權、網絡直播嘅大鬧劇於一身嘅大戲，簡直咧係比無線電視台台慶咧仲要精彩多100倍都唔止啊！點知道咧，纏繞咗全香港市民大半年嘅爆笑兼悲劇嘅大鬧劇，最近呢，竟然以一個極度令人唏噓嘅方式咧，畫上咗句號喎。咁知名作家啦，周顯喺《星島日報》嘅專欄正正經經裏邊發表咗一篇名為《可伯和河馬故事的教訓》嘅文章。周顯呢，喺呢個文章第一句就開門見山，拋出咗一個震撼全港嘅消息：可伯同河馬嘅鬧劇，隨住可伯嘅死亡咧而終結啦。冇錯，原來呢一位喺鏡頭前精神奕奕、門口我好愛我老婆噶嘅可伯，喺經歷咗家庭嘅決裂、社會嘅輿論圍剿、親生子女嘅反目、450萬嘅積蓄被鎖定，甚至連咧日常嘅生活咧都陷於呢個困境。可伯咧喺出獄冇耐啦，就離開咗人世啦。而隨着可伯嘅離世啦，呢一場全港關注嘅爭產兼情感大戲咧，亦告一段落啦。咁周顯喺文章入邊咧，爆出一個極度之有趣嘅真實故事。咁佢話咧，佢身邊有一位女性嘅朋友，平時咧非常咁討厭可伯。咁每次咧睇可伯咧，佢都會咬牙切齒咁，認為可伯咧嘅親生仔女咧提前沒收咗可伯嗰450萬積蓄咧，係完全正確嘅，而且係替天行道。咁覺得咧可伯咁大年紀，喂，居然咧中意咗個年輕咗咁多嘅女人，簡直係咧老糊塗，同埋咧老年就衰鹹濕。咁錢咧就應該由親生子女幫佢好好咁保管喎。咁但係當周顯聽完之後，冇直接咁同佢嘈，而係咧笑笑口咁同呢位女性朋友講咗句：啊，如果有一日你老公真係又死咗，如果你想嫁俾一個小鮮肉，啲仔女咧就因為你呢一個行為咧而沒收晒你哋嘅共同戶口入邊嘅錢，咁咧你又會點樣呢？咁周顯呢一句話咧嘅質疑，簡直係靈魂嘅拷問啊！咁呢位女性朋友聽完之後啦，
即刻啞口無言，一句話都駁唔出。因為咧，當你將呢個角色對調，如果你老咗，嗰個係女人，你就會想自己將個積蓄揾個後生嘅小鮮肉照顧晚年。結果咧，你啲仔女咧就用呢個防騙為理由啦，將你個銀行戶口咧清空咗。你咧又會唔會覺得子女咧係孝順呢？定係正確呢？咁周顯喺文章入邊咧都指出，拋開咗所有網絡上嘅感情用事、道德嘅審判同埋食花生咁心態，喺呢個冷靜、客觀、社會同埋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可伯同埋何馬呢件事呢，其實存在着四個不可以否定嘅客觀事實嘅。咁第一個客觀事實就係呢：嗱，如果老伴死咗啦，再娶一個，喺法律同埋道德嘅風俗呢，非但係唔應該被禁止，而且咧喺某程度上呢，應該係被鼓勵嘅。第二個客觀事實就係男女去結合，永遠都會考慮經濟嘅利益，甚至可以咁講，完全冇考慮到經濟利益呢，即係純粹講愛情呢，而唔考慮將來嘅生活，呢個呢係唔應該被鼓勵嘅，而往往呢係會引致呢個悲劇。第三個客觀事實啦，邊個唔想再婚再嫁，有一個比自己年輕好多嘅伴侶呢？咁四周圍嘅人咧就會有閒言閒語，嗱，講穿咗呢啲只係唔抵得嘅妒忌。咁第四個客觀事實啦，咁可伯同河馬爭咗30幾歲，但係咧可伯有400幾萬現金，而河馬咧唔係太年輕，但係咧租住一個香港公屋嘅單位。嗱，如果咧真係有呢個計數機出嚟計啊，兩個人嘅經濟同埋生活條件咧，大致上係非常咁匹配嘅。咁周顯喺文章嘅最後啦，總結出兩個發人心醒，甚至係咧講到字字見血嘅終極教訓。嗱，第一個咧就係話呢個故事咧教訓所有老人家，直到死嗰日之前咧，都絕對唔可以將錢交俾仔女去管理嘅。咁第二啦，老人家咧遭到呢啲大變故咧，係好容易生癌症喎。各位觀眾，周顯呢篇文章一出咧，即刻喺各大嘅討論區引爆咗超級嘅二次大地震。有人話咧，周顯講得太過刻薄啦，但係咧亦有大量理性嘅網民咧大讚周顯講出咗香港家庭喺親情同埋利益之間最殘酷嘅現實。第二個部分，新聞嘅內容嘅詳細剖析。咁阿峰咧就嘗試用我嘅觀點啦，拆解一下究竟有啲乜嘢問題。咁第一個剖白啦，就係話財產嘅操控權同埋親子嘅角力，究竟係養兒防老啊，定變成防兒養老呢？嗱，我哋咧先剖白周顯講嘅第一個終極教訓：老人家直至死嗰日之前咧，都絕對唔可以將錢交俾啲仔女去管理嘅。嗱，呢句說話咧，聽落好似好不近人情。甚至咧，好似喺度擺明車馬咁挑撥父母同埋仔女之間嘅關係。但係如果你認真睇下而家香港嘅社會現狀，呢句話簡直就係無數老人家用血汗同埋眼淚換翻嚟嘅保命符。喺呢個傳統嘅中國人社會入邊啦，我哋成日都會講養兒防老，等養大啲仔女之後咧，將來就會享清福啦。好多老人家咧，一到70、80歲啦，就會覺得自己好似落日嘅黃昏咁，想將自己一生嘅積蓄啦、物業啦過戶俾啲仔女，又或者咧啲仔女咧開個聯名戶口，諗住咧交俾啲仔女去管理，可以安心一啲、安全一啲。但係可伯呢個例子咧，就俾全香港老人家咧上咗最殘酷嘅一課。可伯當初將自己工作一世人同埋太太賺翻嚟嗰450萬嘅血汗錢咧，放咗喺同細女共同持有嘅聯名戶口入邊。嗱，可伯嘅初衷啦，可能係覺得個女孝順，信得過，萬一自己有咩大事上嚟咧，個女咧可以方便幫佢處理。嗱，點知咧，當可伯真係想動呢筆錢去投資自己嘅新太太做小生意嗰陣咧，細女咧竟然喺完全未經可伯同意之下啦，單方面將450萬全數咁轉走。你試下喺可伯嘅角度諗一諗，你辛苦工作咗半個世紀，辛苦咗咁多年，做到呢450萬，到76歲啦，你以為呢筆錢咧係你晚年嘅尊嚴同埋保障？點知突然之間，你嘅戶口咧就變咗零，你連買個菠蘿包、飲杯奶茶，甚至咧想買件禮物
俾自己中意嘅女人，都要同啲仔女好似乞求咁。呢一種由有財產嘅上等人，瞬間咁變成身無分文嘅窮人，呢一種落差咧，對一個老人家嘅心理打擊有幾咁巨大呢？咁周顯呢剖析得非常咁到位，仔女咧沒收可伯嘅錢，名義上咧係保護爸爸，防止爸爸咧俾外邊嘅女人呃晒啲錢。但係咧喺客觀效果上面嚟睇咧，呢個等同剝奪咗可伯嘅財產擁有權同埋生活嘅尊嚴。究竟仔女心入邊諗係驚爸爸啲錢俾人呃晒啊，定係咧驚本來屬於自己嘅遺產俾外人分走先？嗱，呢個中間嘅界線咧，往往係極度之模糊。老人家咧一旦失去咗對財產嘅控制權，就等於咧失去咗晚年嘅自主權同埋尊嚴。所以咧，周顯講得完全冇錯。老人家只要仲有一口氣喺度，自己嘅存摺、印鑑、密碼同埋屋契，必須咧掌握喺自己嘅手入邊。你可以咧立遺囑，可以寫明咧死後點樣分配，但係咧喺你死之前，一分一毫都唔可以提前過戶或者交俾啲仔女去全權操控。呢啲唔係唔信任子女，而係保護自己，亦係保護親子關係唔被金錢去考驗嘅最高智慧。剖析二，解釋翻老少戀同埋經濟嘅匹配，450萬同埋公屋嘅租住權，到底邊個高攀邊個先？嗱，我哋咧要再睇睇周顯嘅第四個客觀事實，就係全篇文章最惹爭議，亦係最精妙嘅經濟學分析。嗱，可伯咧就比河馬大30幾歲啊，咁可伯咧有450萬，而河馬咧就有公屋住。嗱，計落之後咧，兩者嘅條件咧其實大致係匹配嘅。好多人會睇可伯同埋河馬呢單新聞，第一個反應就係：哇，嗰個女人肯定係睇中可伯啲錢啦。76歲嘅老人家又有痛風，又冇顏值，唔貪你啲錢，貪你乜嘢呢？甚至有人覺得咧，河馬係吸血鬼，係高端嘅獵手，將可伯咧玩弄於股掌之中。但係周顯咧用咗個極度理性，甚至咧有啲冷酷嘅婚姻市場匹配理論嚟計算呢一筆帳。我哋先睇可伯嘅條件啦。76歲高年老人家，身體係小毛病，需要照顧，經濟有400幾萬現金，喺香港係屬於中產退休，但係絕對算唔上豪門嘅富豪。咁第三啦，社交同居住，同親生子女關係咧就麻麻，孤身一人居住，需要咧情感嘅寄託同埋日常生活嘅照顧。我哋再睇河馬，即係新何太太嘅條件。年齡啦40幾歲，對於個70幾歲老人家嚟講啦，足足後生咗30幾歲。第二啦，經濟同資源，咁河馬咧係擁有一個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屋嘅租住權，代表咧佢唔需要驚喺租私人樓期間啦，俾業主逼遷啦。喺呢個地產霸權嘅城市，一個公屋單位嘅實用價值同安全感，絕對咧唔會少於幾百萬現金。咁第三啦，勞動力同埋照顧能力。咁年輕力壯，能夠煮飯、做家務、照顧老人家嘅起居飲食，甚至可以提供親密嘅陪伴同埋情緒價值。咁周顯都指出啦，男女結合永遠都要考慮經濟嘅利益。呢個世界邊有完全唔睇條件嘅純愛㗎？年輕人談戀愛要睇嘅係對方有冇樓、有冇好工作、人品點樣。老人家再婚，自然都會睇翻對方提供咩條件啦。咁可伯出咗400幾萬現金，晚年咧就有經濟支持。河馬出嘅係年輕30幾歲嘅身體，生活嘅照顧陪伴，一個穩定嘅公屋居住單位。如果你將呢樣嘢當為一場晚年嘅生活合夥人協議，即係揾個伴，咁可伯咧就用400幾萬現金，而且咧唔係一次過俾晒嘅，只係慢慢去使，好換取一個年輕嘅女人全天候嘅照顧佢晚年嘅起居，陪佢傾偈，俾佢有尊嚴嘅愛情感覺。而河馬咧用佢自己照顧嘅勞動力同埋公屋嘅資源，換取改善生活嘅資金。喺經濟學上面嚟講，呢啲叫做各取所需，條件匹配。咁點解全香港市民會咁嬲呢？周顯呢就講出咗大眾嘅心理，旁人嘅閒言閒語呢，只係唔抵得妒忌嘅啫。好多童年嘅老人家孤獨一人，
喺老人院過日子，好多中年人每日辛苦工作都賺唔到400萬，睇到一個76歲嘅阿伯，竟然可以揾到一個年輕佢30歲嘅女人，喺大眾心理不平衡情況下呢，於是乎呢就打擊佢哋，講到呢可伯就係貪色，講到呢河馬就係貪錢。咁但係咧，如果冷靜落嚟嗰陣時去睇，如果咧可伯嘅戶口有錢，咁可伯咧可能會同河馬咧開開心心咁過埋個晚年。咁可伯啦會有照顧，河馬咧有資助，咁樣都算係一種晚年嘅等價交換啦。嗱，畢竟佢哋真係已經結咗婚啊嘛。咁剖白三啦，道德嘅審判同埋大眾嘅心理，老人家追求晚年幸福，錯喺邊度先？嗱，我哋咧再剖析翻周顯嘅第一個同埋第三個客觀嘅事實。咁老伴死咗再娶，咁法律同埋道德嘅風俗咧，非但唔禁止，而喺某程度上咧係應該鼓勵。邊個唔想再婚，有一個比自己年輕嘅伴侶呢？喺香港呢個表面上極度現代化，但係潛意識入邊咧又保留咗好多封建思想嘅社會，大眾對於老人再婚咧，往往有一種極度嘅雙重標準。如果咧一個30歲嘅富豪娶咗一個20歲嘅超模，大家會講：哇，男才女貌，真係有本事啦！如果個40歲嘅女明星嫁咗俾一個25歲嘅小鮮肉，大家會講：哇，姐姐好嘢，女權之光。但係咧，如果一個76歲嘅老人家啦，想娶一個40歲嘅女人，大家就會講：哇，都咁大年紀啦，仲要咁鹹濕，臨老入花叢，遲早啊，俾個女人呃晒啲錢啊！咁老人家老伴嗰世之後，面臨嘅係長達幾年，甚至係十幾年嘅極度可怕嘅晚年孤獨喎。呢一種晚上一個人面對住四幅牆，病咗冇人扶，想揾個人咧講下説話，冇咁寂寞，冇經歷過嘅年輕人根本咧係冇辦法體會嘅。咁阿伯去揾一個新何太，無論新何太背後有咩諗法都好，至少咧佢真係喺可伯身邊，令到佢感受到久違嘅關懷、尊嚴同埋熱烈嘅情感。咁周顯同佢嘅女性朋友講嗰段説話，精確咁篤穿咗呢個雙重標準啦。如果有一日你老公死咗，你想嫁一個小鮮肉，仔女咧就因為你呢個行為咧而沒收你哋共同戶口嘅錢，咁你又會點呢？大家都係成年人，大家都有追求快樂同埋陪伴嘅資格。咁子女又有咩資格用道德嘅警察身份去剝奪父母喺晚年追求幸福嘅權力呢？咁子女如果真係關心父母，應該係幫父親母親去把關，做好咗財務嘅管理同信託嘅防火牆，而唔係咧直接咁一刀切搶走晒父母嘅積蓄，令到父母咧晚年咧陷入呢個困境。九八四啦，老年嘅大變故同埋身心嘅健康、情緒壓力如何成為咗致命嘅毒藥？最後啦，我哋又嚟翻剖白周顯文章裏邊最令人唏噓，亦係最具警覺意義嘅最後一句話。仲有老年遭到大變故，好易生癌。各位觀眾，呢句說話咧，絕對唔係周顯喺度恐嚇大家，而係一個極度殘酷嘅醫學同心理學嘅事實嚟嘅。可伯咧喺短短一年唔夠嘅時間咧，經歷咗乜嘢呢？嗱，第一咧就係親情嘅決裂啦，佢同撫養成人嘅5個親生子女徹底反目成仇。咁第二啦，財產嘅喪失，450萬嘅積蓄咧俾人轉走晒，財政咧陷於困難。第三啦，輿論嘅圍剿，全香港幾百萬人日日都當係笑話。咁第四啦，夫妻嘅猜忌，新婚嘅生活咧，本來咧就係充滿咗溫馨嘅，但係咧而家佢哋咧就充滿咗官司、追債、電視台嘅採訪、網絡嘅直播，根本上咧冇日安寧嘅。對於一個76歲嘅老人家嚟講啊，呢一種級數嘅精神打擊同埋長期嘅焦慮咧，簡直就係對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嚴重嘅打擊。嗱，醫學研究早早已經證實咗啦，長期處於極度嘅憤怒、委屈、焦慮同埋悲痛嘅情緒當中啦，人體嘅皮質醇咧係會長時間偏高，免疫系統咧會迅速咁崩潰，隱藏喺身體入邊嘅癌細胞咧同埋血管隱患咧就會瞬間爆發，
咁好多老人家啦，平時身體係好好嘅，但係咧，只要老伴一過世咧，喺短短幾月之內啦，就會快速咁衰老咧，仲有爆發咗嚴重嘅重病，嚴重嘅甚至咧會離世添。所以咧，可伯嘅離世咧，好大程度上咧就係呢一場家庭變故，加上財產嘅爭奪，再加上網絡嘅暴力嘅終極犧牲品。如果當初咧啲仔女能夠坐低，好好地同可伯好好溝通，又或者透過法律嘅信託嘅方式，例如每個月固定發放幾多錢生活費俾可伯，咁本金係鎖定嘅，既可以保護到可伯嘅財產，又可以俾到老人家咧尊嚴。咁可伯咧就唔至於走上電視台啦，同仔女去決裂。最後啦，可伯就喺呢個極端嘅憂鬱情況下啦，抱憾而終啦。好啦，回顧翻成件事，周顯喺呢篇可伯同埋河馬嘅故事教訓入邊啦，俾咗全香港市民、家庭同老人家留下咗三條血淋淋嘅啟示。嗱，第一啦，財產控制權同埋晚年嘅尊嚴底線，老人家啦切記要記住周顯嘅忠告，喺有生之年，無論仔女幾孝順，甜言蜜語都好，自己血汗錢呢，一定要掌握喺自己嘅手入邊，可以信託，可以立遺囑。但係絕對唔可以失去呢個控制權。第二，理性看待老人家嘅感情需要，仔女咧都唔好以為老人家老咗就冇咗情感陪伴嘅需要喎。面對咧老少婚戀，應該係要用非敵對同埋唔可以用賺走錢嘅方法咧，令到件事咧推向呢個極端嘅。應該用法律嘅信託同埋客觀嘅溝通，尋求呢個平衡。第三啦，情感嘅健康先至係晚年最好嘅財產。金錢啦固然係重要，但係家庭嘅和睦同埋同理心先至係無價嘅。就算啲仔女獲得咗呢啲金錢之後，咁到底係真正成功啊，定係會有抱憾終生嘅諗法呢？咁可伯既然都走咗啦，留下咗一地雞毛同埋咧全香港市民嘅唏噓。希望啦，可伯喺在天之靈啦得到安息，亦希望啦呢一場鬧劇嘅教訓，能夠俾更多嘅香港家庭咧學習到點樣真正去愛護老人家，同埋點樣去理性面對財產同埋親情。好啦，今日呢個話題咧就到呢度完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拜拜。